博英兄，别来无恙啊！每次都是你来的最早。生意人嘛，最重要讲信誉。啊，对了，不知花掌柜今天要来吗？今日并未邀请花掌柜。这里说得对，花掌柜的姿色跟我比起来，必定要略逊一筹，不是？请。二位请了。哎，孙俪，听说你那羽箭团跟了新主子了，这日子过得咋样啊？我呀，不像你们，只对钱感兴趣啊。各位公主，哎，好啊，一老，请。我看，除了阎王殿、福云堂、凌香坛，各位公主都应约而来，旁镇我特备一些薄礼，望各位笑纳。这古人云：“财多必伤己。”庞门主把我们召集过来，可不单单是为了赠礼吧？诸位听我一句劝：自阎王殿盗走镇银，私吞金银无数，朝廷将整个罪名放在12公头上。1年来，12公在朝廷的绞杀下4分5裂，死伤无数。自12公建立以来，哪曾做过一件对不起天下之事？我们凭什么要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？对，凭什么？是啊，所以将军夫人不仅能带大家发财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我们帮助北丁帅回京。北丁帅知道镇银案的秘密，他能说服将军为12公讨其公道，还望各位能够戮力同心。你说一个堂堂的将军夫人想帮我们？哼！当年的镇银案，北丁帅就受了牵连，他自己不出头，该他媳妇儿出头。哼！哎，管他是谁呢，能挣钱就行了嘛。啊，这房间里的金银财宝，各位都看到了。如果你们答应一同起事，还有更多的好处在等着各位。哎，等一下，如何让我们相信事成之后，将军夫人能说服将军？是啊，就是，那朝廷倒打一耙的事儿，干的还少吗？虽说如此，可朝廷屡次3番绞杀，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对，没错，说的是。所以，12公的集体行动需要由大司坛来决定。这大司坛之位空缺了几年之久啊！是啊，虽说只有拿到天机钥匙才能做大司坛，可是月老公主去世这么久了，她家那个少公主一直不出现，拒绝交出她的钥匙。依我之见，咱们今天就重新选个大司坛，好好治治这个阎王殿。好，咱们今天就选。好，就是今天就选，今天就选，今天就选出来。祝大人，我们快点吧，着急什么？不就是一帮匪类吗？请。行了，谁都别说了啊！按照资历吵了，早就该是这个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有什么可吵的？记得当年天机12宫创立时，是3大元老商议定下了法典，凡事不决，均以法典为准。你们都不记得了吗？是不是，一老？天机律，恭迎天机律。按照规矩，每人1票，票数过半即可当选。我选摘星营，百里摘星。哼，难不成让我们12宫的兄弟们都随你们摘星营做梁上君子啊？啊！我四海庄朱庸，守财奴，你早知道你们会这样了。这里轮不到你说话，滚出去！在下是凌香坛花河西花掌柜门下第1人。今天若不是穿了这身鲁班门的衣服，他怎么来了？恐怕连这大门都进不来。庞门主，您就是这样待客的吗？凌香坛，不对吧？凌香坛醉仙楼都是女儿身，怎么今天派个男的过来？
小兄弟，你的信物呢？这信物可是贵重之物，花老板怎么可能轻易离身呢？那你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？大家可不要忘了，我们凌香坛是做什么的？天下没有我们凌香坛不知道的事。易老，您科考屡试不第，为博取功名，顶风作弊。你要不是被罚永不录用，也不会在我们12宫做谋士吧？真是莫名其妙。哎，易老头，此事你就不要羞于承认了。小兄弟，此事我们12宫那是众人皆知啊。那林阁主为博得楚烟姑娘的青睐，不惜跪门3日，此事又有谁知晓呢？哟，林兄啊，没想到你和楚烟姑娘还有这么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儿呢！啊，所以各位前辈，现在不会再怀疑我的身份了吧？哎，小兄弟，我可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份啊。是啊，既然来了，就快坐，时间耽误不得。来者何人？扶上幕僚刘业纯。启禀将军，玉大人携刘业纯大人前来。下官玉长风见过将军。刘业纯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隐瞒吗？说话！刘业纯，你这不是在帮将军，你这是在害他！够了！本帅说过，此事不是你们管的。将军，您不妨先听下官说完话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请将军立刻杀了玉长风，要不然属下为将军做的回京之事就将功亏一篑。回京之事，将军，您难道不知道他们暗地里都干了些什么吗？刘大人，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既然大家皆是自说自话了，那这个大司坛的位置，我看是需要点时间了。各位公主，可否听晚辈一言？哎，你一个毛孩子，知道什么？哎，小兄弟，你说，按照我们12宫的规矩，各宫公主应该轮流掌握大权，恐怕如今要轮到你们无极宫了吧？还不是因为阎王殿没有交出天机钥匙。这么说来，无极宫楚烟姐姐应该是最有资格的，这点没人反对吧？当然反对，她有什么资格？没有天机钥匙，说什么都不管用。哎，朱佑，你是不是故意为难人家楚烟姑娘？哼，我对事从不对人。我们12宫竞选大司坛，要么讲传统，要么靠实力。如此说来，实力最强者应该竞选为大司坛。如今我们庞门主冠绝12宫，所以，哎，老弟，你要说鲁班门的实力最强，把我摘星营放何处啊？大家今日不是听从庞门主的召集而来的吗？先别着急反对嘛。我们御剑团个个精兵强将，论实力的话，我们谁也不服。如此说来，我们无极宫如何不能做这大司坛呢？好，各位说的都在理。既然要争，咱们就在此争个高下。好，来，争个高下，争个高下吧。属下一直相信，您留在京中驻守，保卫京城平安，才是您的归宿。
长风，你胡说八道！容属下冒犯，不知夫人现在何处？好啊，还得是我摘星影。好啊，不愧是阎王殿的人，不仅武功闻名天下，也真是足智多谋。三言两语就把在座的各位骗得团团转。少公主使的好手段啊！什么？阎王殿？少公主，你是月寒？好你个12宫的叛徒，还在这里装模作样，老子差点信了你的邪！哼，亏我刚才那么信你。我早就看出你不对劲儿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捆了！哎，诸位且慢，晚辈如今在各位首长心中插翅难逃，为何不听晚辈一言，再决定要杀要留？哼！盗取镇银，害我12宫兄弟死伤惨重，阎王殿背信弃义，你作何解释？自从你接管阎王殿，一直躲着我们12宫，全靠秋怡一个女人为你出面，你个贪生怕死之徒，有何脸面在此聒噪？上任大司坛的天机要使，自从月老公主去世之后，一直下落不明，想必一定是在你手上吧？你今天若是乖乖交出来，便留你一个全尸。要不是因为行律司，我们12宫的人怎么会落到今天的地步？你作为12宫的人，竟然还投奔了行律司，做了朝廷的走狗，这一点你作何解释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如今我们12宫被行律司绞杀，在这重压之中，在下只能冒险进入行律司查案。可是，在座的各位前辈，又做了些什么呢？诸位，听我说一句，在京城，我被那邪律司的人追捕，就是他放了我一马。他如果是邪律司的人，又岂会多此一举呢？看在他还是12宫的人的份上，大家不如冷静下来，听他一言，再做决定啊。庞门主，若真如百里摘星所言，不妨听他说一句。那你就说说吧。多谢庞门主，给晚辈这个机会。
累您了。刘月纯，既然说我阎王殿是12宫的叛徒，如果杀了我能够解各位心头之恨，晚辈也心甘情愿。但是诸位想一想，如果杀了我，就能洗清12宫的冤屈吗？就能让冤死的兄弟活过来吗？诸位说我阎王殿是12宫的叛徒，那么在座各位的门下就干干净净的吗？况且我进入刑律司就是为了彻查镇银案，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证明阎王殿是清白的证据，诸位何不留晚辈一命，来一起查出这真相呢？哼，说得好听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啊？镇银和天机钥匙都拿出来！镇银案的线索，晚辈正在查证中。不交出镇银和天机钥匙，就都是狡辩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。哼，至于这钥匙嘛。你们若是想像他这样下场，尽管上来。现在走，我还能放你们一条活路。哼，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想说的，就一并说了吧。邱伯英，你这什么意思？12宫的各位都是英雄豪杰之辈。怎能被庞门主这等目光短浅的人坑害？如果大家助我成就一番大事，到时在座的各位便是功勋之臣，想必也不用再受此等屈辱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能和夫人一同起事，保证事成之后，大家都可以封官封爵，又何必像现在一样，每天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？岳门主。你年少有为，身为阎王殿的公主，却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刑律司，还能长时间不被发现，真可谓英雄出少年。能得到夫人的赏识，在下倍感荣幸。荣幸？不，能得到阎王殿相助是我的荣幸。此话怎讲？传闻12宫阎王殿由3000死士组成。个个能以一挡十，
虽长时间分散各地，只要公主号召，便能聚集成军。有此等战力，为何不同我们一起谋划此事啊？夫人谬赞了，这只是传言罢了。哪有那么厉害？我当公主的都还不知道呢。那月公主，妾身还有一事想请教，请您赐教。知道吗？对，就是这儿。来，准备把黄金运回去。大人，快点吧，又来不及了。着什么急？我自有分寸。走，撤。带上来。我自己会走。这。往哪儿跑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救你的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是12宫阎王殿的公主，你非要现在问吗？他们在这儿呢，快走！